咱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有收到美国正式邀请，和韩国驻台队会使入去国会山庄看典礼的转播。川普第二届执政强调美国优先，有学者认为，目前台湾上要紧的是帮助美国的制造业，和因了解台湾是重要的同伴。 谢谢大使。谢谢。从正式的乌色西米露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带领跨党派的庆贺团，甲驻美代表卢大雷做伙出席美国退伍军团协会贵宾酒会，心情看起来有较轻松，因为因这时拄参加完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。咱驻美代表处第二届得到美方正式的邀请，和韩国瑜、卢大雷会当进入国会山庄游客中心的解放厅，看转播参与。 事后证明，我们前面代表处的保密功夫也做得非常的好，美国友人也协助，我们终于顺利的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。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人民表达我们祝贺之意。那这个过程一切都顺利，我们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次的盛会没有缺席。庆贺团其他7位立委是进入管制区内底第一资本体育馆贵宾区的包厢。 透过大金幕共播观礼，也拿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平台铺文，祝贺川普甲范斯就任，指出台美的交流真久长，而且会愈来愈密，表示台湾非常期待，甲新政府佮国会做伙合作，和台美的关系继续稳定向前。除了要展现台湾的善意与优势，也要传达我们2300万人的民主心声，也就是保护中华民国、保护自由民主、维护台美关系。 不过，进入川普2.0时代，在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之下，敢会宣布新关税政策，全球是真关注。学者认为讲，台湾眼前的课题是安怎帮助到美国中进制造业，和美国感受到台湾是重要的策略伙伴，也那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影响可能有好有歹。川普提到蛮多次，就是他认为拜登时期的晶片科学法。 他认为不是正确的做法。根据川普1.0，他在就任的大概100天，就在海湖庄园招待了习近平。当然，后来的美中关系是往坏的方向前进。那川普2.0会不会再来一次？其实目前来说有好多的不确定性。 也拿两岸政策方面，学者指出，川普无要改美中贸易战的基调，不过对伊甲习近平通话到表态伫上任100日内要访问中国，这拢就显出川普甲伊甲领导者面对面互动的态度。也拿川普的无可能性攸关真悬，未来美中台关系安怎发展，攸关爱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